续来看这段使人惊狂的画面，出现伫中华的宝岛。一个男子手举铁锤家私，一直发休，一直共占门，最后真正门去互占开。伊从别人的厝内，甲住户算阿妈棍，状况一度是真危急。加在最后无受伤。当事人讲，这个男子已经毋是第一届去甲因骚扰恐吓，警方已经介入处理。穿蓝色外套这个查甫人，正手举铁锤倒手举家私，伊正脚一直占这个门，发现讲门占袂开，伊换用铁锤这个过程中，敢若有对内底人大细声发出来，伊阁继续要占门，尾手这个门真正互伊撬开，伊直接行入厝内，前后过程互监视器录甲清清楚楚。代志发生伫中华的宝岛，有民众报案讲，伫围路迄天，这个查甫人举家私入厝恐吓。在这边会不会也很担心？会啊，他是小孩。事实找到当事人，伊讲这款情形毋是头一摆。他是攻击我3、4次，就是一直骚扰我，一直骚扰我。你们有什么口角或恩怨？都没有。到即马想到迄天的代志，犹阁会惊。已经把我勒住了。他讲什么，我就是答应他。所远警到达现场时，已无纠纷现场。后续依被害人指认线索，至嫌疑人家中访查。警方伫这个查甫人厝内找到当时伊犯案用的铁锤加家私，将人带进派出所要做笔录时，伊讲人无爽快，全咧甲送去附近的病院治疗。尾手警方做完笔录后，依照恐吓、毁损加侵入主体等的罪嫌，函送地检署侦办。有关这2个人到底有甚款冤仇，还会阁调查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